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收睇萬有引力 Winaway Watch， 我係阿 Ben。今日咧同大家介紹嘅呢幾隻錶，我第一眼咧就覺得咧佢非常之有親切感啊。點解咧？因為咧佢個樣咧極支持我哋玩開嗰個幾千蚊嘅 Polechat 系列啊，但佢個價錢係點？係幾百蚊就有交易。嗱，佢就係 Casio 最近熱門嘅 AE1700H 系列。今日咧，我一次過攞齊3隻色，同大家拆解下佢有啲咩分別啦。嗱，大家睇下佢個錶盤先。呢個系列咧，點解叫做小 Polechat 咧？因為咧佢採用咗多層次嘅數字顯示，上面咧仲有一個類似指南針環嘅設計，運動感咧就非常之強。AE1700H-1A 最經典嘅銀黑配色，正顯錶面白底黑字，睇時間咧就最清楚啊！而另一隻 AE1700H-1A2 同樣係正顯，但錶圈咧多咗個紅藍點綴，成隻錶咧活力咗好多，啱晒戶外行山運動啊！ AE1700H-1B 呢隻就係近年咧流行嘅黑金戰士啊，用咗反顯啊黑底金字，低調之餘咧帶點奢華感，襯街坊裝啦或者係軍事風格咧都好正。除咗樣靚之外， AE1700H 仲有3個必買嘅理由啊。第一，10年電量，呢個係 Casio 嘅神話，你買翻去咧基本上咧唔使驚佢冇電，慳翻好多換電嘅煩惱。嗱，第二，100米防水，嗱帶住去游水啦，去沙灘啦，絕對冇問題啊。第三，嗱多功能顯示，雖然咧佢唔係真係 Polechat 啦，但咧佢有齊世界時間、秒錶、倒數計時，仲有3組鬧鐘。佢嘅 LCD 分區做得好好，嗱資訊咧一目了然啊。隻錶咧上手其實好輕，雖然咧佢望落去咧47mm 咧好似好大，但因為佢係樹脂錶帶，重量得60g 左右，戴足全日咧都唔會覺得佢好重。如果咧你係追求視覺最清晰嘅咧，我首選咧就係 1A。嗱，如果你想要啲層次感啦，或者咧平時中意着下運動衫嘅話咧，就揀 1A2。如果你好似我咁，想隻錶望落去型啲啦，唔想咁似一隻電子錶，揀 1B 反顯呢隻咧，絕對唔會令你失望。呢3隻 Casio AE1700H 系列咧，我哋萬有引力而家現貨供應啊，價錢咧真係非常吸引，買嚟操戴啦或者送禮咧都好適合啊！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記得幫我哋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頻道。有咩想知或者想睇邊隻錶開箱，喺下面度留言話俾我聽啊！我係阿 Ben，下次見，拜拜。